充，不如一心回答啦。第7題填充，香港嘅傳統小食係意大利粉來拍菜。小食應該係呢兩樣㗎。同學仔又唔可以咁講嘅，點解我哋公司應該請你咯？我之前已經做咗20年嘅推銷員啦，有豐富嘅經驗嘅，再加上咧，我哋公司已經諗咗幾個可行嘅方案，咁希望可以為佢公司出到某一能力嘅。能力佢係有嘅，但佢又唔係土生土長，始終溝通啊，香港文化特分，可能你成日工作做，我覺得冇就係唔好意思，我覺得你都係未必適合我哋公司。唉，我仲未揾到工啊！唉，你哋又話過嚟返學會對我好啲，點知而家所有同學都笑我，又話我冇常識啦，又話我格格不入喎，冇人肯同我傾偈啊！唉，我明明準備好晒個 interview， 點知佢話我唔夠熟悉當地文化咁收我，真係好煩啊！唔緊要啦，煩惱呢啲嘢以後再諗啦，以後一定會好啲嘅。而家你食咗飯先啦。好啊，今晚有咩嘢食啊？咪你最中意意大利麵同泡菜咯。弱勢社群指嘅係社會上生活困難嘅弱者群體，例如低收入戶者、雙失青年、獨居長者、新移民家庭、少數族裔、失業工人、露宿者、農民同農民工、精神病患者、殘疾人士等等。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喺2021年訪問咗336名新來港成人以及195名新來港兒童同埋港生有新移民家庭嘅成員。調查指出，喺成人方面，有40%幾受到較別人不禮貌對待，38% 受到尊重比別人少，33% 喺人們嘅表現睇出佢哋似乎認為佢冇其他人優秀，同埋31% 喺餐廳同埋商店受到嘅服務比其他人差。兒童方面，27% 嘅新移民兒童受到較別人嘅不禮貌對待，38% 受到尊重比其他人少，以及22.5% 喺其他人嘅行為表現出佢哋認為佢唔聰明。而唔少嘅新移民為咗減少歧視，避免披露佢嘅新移民身份，成人40.1%，兒童45.6%，或受歧視都變得沒有反應，成人10.6%，兒童9.2%。為咗幫助新移民盡早適應喺香港嘅生活，政府機構提供一系列嘅支援服務，例如民政事務總署會為非在學新來港人士報考語文考試，教育局亦都會為學生提供適應課程，幫助佢哋克服學習上嘅困難。我哋身為學生又可以點樣幫助佢哋呢？咁我假如可能佢哋唔識廣東話或者唔咁識啦，咁我咪同佢哋做朋友，跟住多啲 spend time 佢哋，咁跟住就順便可能教佢廣東話咯。其實我都覺得去即係令佢哋 feel 即係被認同、被 included 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元素啦。即係話晒都係新嚟，又插入咁多即係已經識嘅人，咁我哋當然即係多多包容佢有啲咩唔識，都係要盡量幫佢。例如語言上啊，或者喺學習進步上，我覺得都係即係幫得就幫。我覺得可以同佢哋做朋友啦，千祈唔可以對佢哋有任何嘅歧視，同埋可以介紹香港嘅唔同嘅特色俾佢。如果佢哋嗰個有咩唔識嘅話，我哋可以用翻佢哋嘅語言去教佢哋。一個互助共融、多元化嘅社會先至可以持續發展，互相幫助係我哋嘅社會責任，多多包容，多多關心，呢個就係我哋嘅理想家園。